企业甲这个感受。人生的这个目标呢，其实像这个规则讲学科技化他尤其放心啊，这个人再让放心，伊心就快。这是真正的，因为你的心当然你欢喜就是烦恼，但你的心若当你超华，你就是快乐。因为迄个心只会当做单一选择，无人讲哦，即马欢喜甲安尼极端，啊一个人一个心当时也烦恼个极端无呀。咱的心，所以咱在修道当中就特别对求了，上咱互咱的心灵会当真踏实，哦，按时安尼困，哦，马上入睡，哦，所以修道，以上拢来讲，修道是啥物？修道是会当知影食，知影困，知影穿，知影用，哦，知影好，哦，知影当种一切动作当中，你会当随缘处变。好，所以咱修道当中，这个理念建立就是要互咱找到咱人生的喜悦甲安详这个目标。那么喜悦甲安详呢，其实这就是咱常咧讲大无聊的化身。上帝化身就是啥？喜悦甲安详。伊无所不在，哦，所以呢，甚至有人讲，安尼修道修到落尾，到底是一个啥物呢？修道甲修到落尾是一个啥物？快乐、家己的，哦，依咱修道教大家要记着真实，脱离了世上这因缘当中的困扰，让咱心内心当下咱解发。这个人心咱这个解发，当然呢，伊就当得到安详甲喜悦。那么到底这个安详甲喜悦，咱咧讲这个上帝是对，伊到底是对，哦，是不是在咱进入当中到处拢有？哦，但是虽然讲在咱当中，咱会去感受，其实真正的咱感受了这种喜悦甲安详，是在咱的啥？咱的内心。在咱的内心内底，哦，因为伊是无所，但是咱若对外在定义在所以就过去捌讲过一个故事，讲你这个美国一间真世间不起眼的教堂，这个教堂呢，之所以出名呢，是这个教堂的建设，哦，建教堂像是这个大这个教堂一样，这个教堂所出名的上界大因素呢，就是你教堂当中有100位，哦，有100位，所以大家因为咧看迄100位，所以呢，大家拢时常不管哦不受这个前列啊，开车也好，
但是你把它看不出所以然。好，然后内码看门道，我想看热闹。为了款七百位，其实画中有什么？有画，也为当标准就轻松这个行业。那么七百位为了条 STEM， 这门所以对不对？但是这个门当中，这个收藏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耶稣基督啊，这个耶稣伊徛伫门外，大家信我啊，都一定能感受，哦，一百回来的。那我来看这报道是应该受业务亚洲的代表厂，代表跟代表海，代表这代表经济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讲伊就是热络嘛，就是经济嘛，就是爱嘛。好，那么亚洲的我看，比重啊，挑门，好，那两家。亚洲的我靠，敲门，他来电视上，必须来电视上，来电视上。哦，所以这个人看我，所以问迄个啥，迄个博士啊，讲，请博士你解释700位出名，大家万千里来看700位意义，你对你请解释我。哦，所以这个博士大讲啊，讲其实700位来底最好的意义，就是讲承担真理。心来对时阵，这个门爱对开，这个门爱对开，爱你的内心，承担真理要入你的内心的时阵，你这个爱为来对开。咱一个人，就是因为我都从新闻下，和你学的听，有听啊，但是过门而成啊。和你听较济啊，但是我都去体会是你的心无下。那我心无下，就是你无从你自己真正心界。所以我就去接受你用功真理。哦，啊，所以伊讲700度之所以出名，因为耶稣外口代表真理，代表光，代表爱，承担